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，如果能早一点遇见于朦胧，是不是就能陪他走过那些孤独无助的时刻？今天看完黄子华的短片，心里酸酸的，忍不住泪流。因为走过低谷，独自撑过黑夜的人都懂，那种对关心的渴望有多强烈。我曾经也是，有时候真的只需要一句简单的你还好吗？加油，就能揉碎孤獨，點亮整顆心。這份溫暖，想送給朦朧，也送給每一個曾經或者正在獨自堅強的你。人生咧係有高峰有低谷，我都醒起自己曾經喺低谷嘅時候咧，因為有朋友一句關心，真係覺得好溫暖，即係嗰種感覺係哇，我唔係即係消失咗都冇人理嘅。社工咧同我分享咗一件事，佢話幾日前咧去派飯嘅時候，見到一位媽媽，咁好隨便問候佢一句你好嗎？個媽媽就喊咗出嚟啦。佢話因為係從來冇人係問候過佢，日子艱難，我諗我哋都要多啲嘅互相問候下。你好嗎？加油！